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你暂时莫甲你插，啊无以后都毋知你心内咧想啥。安怎？阿母讲安怎？我讲啥？只是甲我一班做工会交我。对，安尼就对。对，莫像叫阿母咧做老老在，迄对你良心敢会得过？搁再讲，你安尼我嘛看较时间，嘛较袂甲你骂，对不对？阿母叫我给伊提菜钱啊。哦，我煞袂记得。你薪水拢交阿母啊？要交啊？毋是，恁爸今仔心情袂歹呢。有通啊！我明仔载吼，搁爱真早起床。查某人搞的啊！有通啊！来啊！这个计划若是会当顺利进行，真希望秋瑾有时间通好甲我配合。秋瑾，银色的秋天，无。啊，这个树金仔真是困到遐尼晚，还袂起来动鼎灶。真正吼是好命惯势啊！袂啦，哪会歹势？啊，时间是你的啊！你人惊讲上班袂赴吼，你欢喜困到什么时阵拢嘛会用的。秋瑾啊，你毋通袂记讲中昼转来煮豆呢。啊，若无吼，我甲水声是无饭通食哦。哦，我知影。
不管安尼做是对啊，毋对，总是改变一下好啦。惨啊！你啦，惨啊啦，惨啊啦，啥物代志惨啊啦？惨啊啦！你今摆安尼切切着，好无？你紧讲啊！你若唔讲，我不爱插你。我爱你。笑诶！你爱人就爱人啊，这么话惨是咧惨啥物话啦？啊，你为着要讲即句话，上班上一半走出来啊？你可真是有迄个浪漫的气氛哦！阮爸吼叫我全家去相亲，我爱你啦。讨厌啊！要讲即款话，你嘛讲较清楚，拢人听无啊！阮爸吼叫我下晡全家去相亲啦。呀！我爱你啊！我爱你啦！我爱你啦！小姐姐啊，你来甲我听看卖啦！我今日才看清楚伊的真面目。你出来讲爱我，你讲要去和别人相亲，我是要和你你。你是要安怎啊？你欺骗我的良心！好不容易相亲哪有要紧啊？只要不用，莫大用带对方就好啊。嘿，对啦对啦对啦。要你死啦！你若别人叫你找别人，你敢敢反对？就甲出去这样，你有最先共款啦！这个上海好精你先叫我来相信你啦！你哪怕好不容易相亲，你就给伊就好了嘛，想办法谈出对方下来啦。是的啦，你莫生气啊，以后伊毋是条工的啦。无你叫人去阮兜讲真正，叫阮兜讲真正，真是的。叫你嘛是真是的，紧紧甲你老婆讲。耶！姨呀，我爱你。你啊，家里狗的吼，我来买菜。师妹，我来处理掉好。买菜？哪呢？才半工尔，我就感觉足忝的。以前看阿母咧做，敢若是真轻松，家己做才知影艰苦。搁要上班，搁要煮三顿，我哪有法度呢？我应该来甲阿母参详一下，拜托伊甲我斗做几项。尤玲啊哎，来，饮一个茶啦多。谢多谢。阿美啊，你顶几工毋是讲迄个土地卖卖咧，要互水星带手金去台北，少年人安尼靠出脱，先话变就变啦。这件代志吼，你心头都爱了掉，赶紧处理啦。我着讲过啊，土地代志吼，你甲水星讲就好啊，莫问我啦。唔通啦，即马吼要甲咱买土地迄个买主吼，愿意出市价2倍甲咱买呢。这个遮好的机会，你是毋通叫失去哦。你想要训练水星吼，这个独立的个性，这个动机是真好啦，我也真赞成啦。
啊，毋过你土地都甲卖咧，啊钱摕互水仙啊，啊，互伊去做生意，安尼毋是真好？唉，无猜我到遮咧有喙讲啊无烂啦。啊，你到底是咧想啥？啊，咱是老朋友啊，我敢会害你哦？你手机嘛转来啦？阿伯，你来啊？手机啊，啊你毋是伫咧上班，哪会走去买菜？中昼还请。哦，恁大家吼气甲都气饱，要安食会落啦？我来做饭啊。哟，啊哪会手机还伫咧煮饭？后摆阮兜吼，大大细细来来外外的代志，拢要互手机仔做。我这个老查某囝要来翘脚享受啊啦。安尼就奇怪啊！咱参尾阵吼上介好的大家吼，即摆要比歹大家啊啦。迄无毋对啊！啊是讲手机啊吼，也着爱上班，啊着爱煮饭，啊这样免啊顾会掉啦。我若顾袂去啊，要偷偷死死的哦。讲啊种，面去洗洗的啦。恁友恁爸啊吼，要甲你讲土地的代志啦。土地哦，土地我是无啥想要卖啦。啊是讲你叫迄个要买的人哦，来甲我当面讲看卖，8年来哈，啊讲了我若欢喜哦，我着卖伊啦，卖甲刁难啦。啊，啊要甲你买土地，啊着爱看8字哦。卖毋实在你哦，我是无勉强。啊，好好好好。手机嘛，啊饭是水熟的啦，我巴肚枵到内骹食啦。听的心无理由，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受怎担？爸，你是安怎啊？唉，8字上轻啦，去拄着鬼啦。哈，8字伤轻。好啦好啦，莫讲遮无欢喜的代志啦。啊，去菜市啊吼，买你上爱食的小笼包。食小笼包哦，但有遐歹名，来。好食啦。哇，这你煮的哦？当然啦，我试看卖啊。歹食哦。毋是啦，哪会歹食？就像恁阿母死了后，我真久都毋捌食到这种口味啊！来，你得将我分来。好。赞。哦，你当时要煮咧，我都毋知。我本来就真够煮啊，只是想要煮好较好啦。煮无较好。哦，是为着迄个蔡英山哦。无啦，你莫话讲啦。食饭。上班时间咱拢无人伫。全部拢是一我看了。
蔡医师，该迄份无路用的报告带去送。谁人要等迄啥嘞？蔡医师，我感觉你的看法真正确啊。咱遮个人，拢是你时伫田内底做事，利用按时的时间才来看病。所以，你若伫这个所在办一个夜间门诊的话，安尼对大家来讲拢真方便啊。搁再讲，我以前嘛定来听遐个官员讲，爱提升咱庄卡所在的医疗品质，因就应该照你安尼做啊。所以蔡医师，你这份报告一定要互董事看。今仔日我去卫生所，甲主任报告我的计划，伊根本还袂听我清楚，伊就拒绝我。就算我甲这份报告送去，你敢有啥物路用呢？我有办法啦，你有办法？找咱因爸爸。王友仁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叫伊替我安踏是？敢讲你阁有啥物更较好的办法？好啊啦，莫考虑啊，咱今仔下暗吼，就找一个时间去孙咱因兜。只要讲这个计划若是会当实行落去，就算讲搁较大的委屈，我嘛法度度。小金，假使讲按时我若是开放门诊，我希望讲，无论讲有任何的困难，你拢会配合我，好无？拜托。疼的心无理由。你是要煮也不要煮，不是想咸无就白酱无滋味，是要叫人安怎食？我感觉拄啊好呢。拄啊好，你若唔情愿煮，莫煮啦。唔敢，讲袂过，你安尼紧出因钱，讲你唔敢。你是咧创啥啦，水仙啊？啊，人讲食饭皇帝大，啊你安尼骗我安尼，哎呦，莫安尼啦，食饭啦，食饭啦。有啊，这款的无甲点一个袂精神啦。佮讲唔敢，啥物会敢？你这个囡仔，阿母，我煮的敢真是遮尔歹食？迄饭哦，有小可臭味搭一撮啦，啊菜有影有较咸啦。你好的时间已经超过咱的负荷，小囡仔压起来，他有发生啥物代志？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手机嘛？手机嘛？到底是阮爸要创啥？想袂到，这一天的变化，我都无用到连写日记的时间拢无啊。
蔡医师毋知敢有去春兰因兜，就算伊的计划实现，照这个情形来看，我嘛无可能配合伊的时间啊。小弟，死查某，你做啥嘛看所在？恁爸伫咧厝，你也敢来？水生，伊毋是贼啊，伊是蔡医师，别讲你袂认啊。我当然嘛会认得，无我来甲拍。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唔哈？母啊，迄医生来咱兜做菜去，我你也着啦。医生，医生，夭寿啊！啊，你顶下阿母，你莫听水生话袂讲啦，医生哪有可能做贼？啥讲医生就袂做菜？哦，你是讲医生做条水饺糖就袂有钱啊？唔免做菜啊？哎呦，你是讲煞遐袂啦哈！啊，你甲医生拍着伤，毋着紧共过一下死咧，搁点仔咧拍来咧，紧甲回死咧。哼！